瑞草區盤普藏匿一家寶藏皮膚科。7月日馬記價格抽適合入手。Alive 皮膚科就在盤普大路 One Bailey Square 4樓，地鐵高速巴士客運站出嚟走7分鐘。瑞城樂園省是高利大樹醫術碩士，前三星首爾醫院皮膚科研修醫生，韓國整2%嘅皮膚科專門醫，年均500例以上日馬基超聲提拉絲數，每年打1000多例水光荷玻尿酸注射，手穩審美在線不流水線。7月日馬基價格真係好傷。韓版日馬雞全年60萬韓幣起，按當前匯率算下嚟，人民幣3000出頭，美版超聲提拉300花120萬韓幣，折合人民幣6000多，比國內省嚟一半不止。而且 Live 嘅位置太好啦，過馬路就是善大擺賀和鮮花市場，樓下直通漢江邊散步吹風，租換項目，順便逛3個地方。第一善大擺賀盤普店就在馬路對面，從護膚彩妝到奢侈品一站式買齊。第二盤普鮮花市場本地人經常去，買束花回去，心情和皮膚狀態一樣好。第三盤普漢江公園走路就到，沿着漢江邊走一走，吹吹風，一天行程變美加散心全搞定。直接在 Biosco 上收 Alive 預約。項目和價格全透明，徐院長親自面診，中韓同價不坑外國人。注冊 Builds Go 送積分兌換韓國電話卡，到仁川落地插卡就能用。